好，开始。好，无久到打到得着马孙医生 Dr. Manson 医环医应该医啦环境吼，迄个医系啊，应该是第一声医下一步啦。嘿马孙医生医环境好环境。嘿，就是拢应该是拢太部分。环境好是环境，应该是欢迎啦吼。环境，所以讲环本地应该是第倒一声，本来就是第一声，应该是第一声，所以变调变第七声。好，环境，我看过这个书里，拢应成第五声。欢迎嘛，咱拢是讲欢迎嘛。是欢迎，好，继续吼。现在什么事？应该是无吧？无这个事。继续。好，迄时就是十几个诶落尾礼拜171，礼拜日伫5行会社诶战经团主诶福音，迄个战经是啥物所在？战经啥物款的经？遐看起来是一种房间还是啥物？来看觅战经，但是第三声吼。看敢找有即款所在是啥物所在？有呢！战经是讲是 warehouse 仓库。OK， 战经。看起来亲像是日记的汉字的款，毋过伊的解说无讲是日记。来看觅战经，应该是毋是日语啊？我相信是汉字。咱这边的汉字的哦，了解。我看迄个原册敢有收战经，嘿嘛无讲是，无讲是日语，好，所以讲是台语战经。我之前完全无听过这个讲法的战经。我嘛今日才听到。好若是你事上平常爱讲迄个仓库 warehouse， 会讲库房啊。库房好，来我记起来哦。库房当然是可能对法律来哦，这我不确定啊，因为我伫出这边的时阵才有用到。库房好，有找到有收这个数好库房。早伫住伫庄卡的时阵，阮母啊是拢会讲用经，用经毋是讲，用经毋是讲你一定出来的房间安尼。用经是讲厝内无你用的房间，用加出来量出来的房间尔。出来的房间就会放。当然，迄房间可能会放一寡有诶无诶吼，所以就是用经库房，了解。用经毋知啥有。用经诶，好来找看觅。用第五声，真正有咧。系啊，有啊。细汉讲，我就原来这就是大家拢安尼讲吼，用经空落来无咧用的房间叫做用经。是。真好，用经，好，记起来，就讲战经、用经、库房，好，来看觅好，五行的会社的战经团主的福音，互西国人听，迄个西国，敢是西洋的意思？应该是西洋啦，西国可能毋是某一国啦，毋是讲 specific 对一国，应该毋是哈。是西国人听，西国人，西国人，对，爱变调，西国人听，遮的人拢是行船的了解行船的，甲
行你我都想讲我的惯是行你，行你，对对，行你，哦，要他本调，对对对，行这是我的你，惯是啦，行你的人，处你，处你对，处你，对行你，对这个行，哦，行，咁就是迄个公司的意思，五行，行，我行你的人，五行是什么五？公司的，系啊，应该就是迄个会社公司的五行，名字，好，我行，五行，嗯，哦，五我行，行，哦，五行就是这两三是五迄个五。五行，外国人经营的商馆，但你大书店收的。五行，是哦，我看卖，哦，是，你无分享你的画面，哦，还是我别记。看卖，我行，我咧，安尼真好，我行，对，真好，记起来。我唔捌听过。所以讲哈，我嘛，那里 OK 啊，外人吼外国人经营的商馆，是商甲馆，五行交关。五甲行，五行交关哦，就是即马迄个华语时行讲的外商公司，咁是安尼即个意思，对，嘿嘿嘿，就是五行。弟弟五行，呵呵，五行啊，好，当然较早是，譬如讲，因叫你啥物？有较有名的几间，我即嘛时也想袂起来，较有名的几间啊，五行。好，你敢知？毋知，哦，著名啦，因当阵一开始可能做鸦片吼，我毋知，但是伫台湾因拢一开始做茶，就是对哦，外销茶米去国外。我就有听讲，我即嘛啊，毋过无记记迄个公司是叫做你若即啥物名？嘛去台南吼，你即嘛去台南迄个遐个有一间迄个，哦看会到一间迄个，即嘛已经若敢若伫咧安平遐啦，哦，伫安平好，古堡迄附近边仔尔，但是这什物商行我煞袂记。哇，歹势，记忆足歹吼。你讲我嘛毋知影，所以讲，咱来看了再讲。因即嘛讲的即寡牧师啊啥，一开始拢含即寡，拢因为伊遐有外国人嘛，所以伊含伊接触较侪，拢会定定讲起即寡五行的迄个上号啦。我其实想袂起来，较早听你看，即嘛都袂记。好，像迄个毋是甘伟林，迄个进前迄个斯卡罗，迄个外国人叫啥？伊嘛是，就是伊本来是伫咧海关算公务人员，后来就是去私人的即个五行上班。哦，好，斯卡罗迄个是叫啥物名？我阁袂记。我嘛袂记哩，毋知，迄个外国人啊。好，继续。好，继续，是行年的人，这段他刷，你敢要来读一遍？无久到打到得到马顺医生 Dr. Manson 伊欢迎，迄时就是11月的落尾礼拜171。礼拜日伫五行会社的战经团主的福音，互西国人听。遮个人拢是行船的，甲行年的人。OK，所以你看一开始因传福音是传到一寡外国人。因较有信主，好，对，继续吼，后一段，迄时是11月，11月31日，11月31日，1871，头摆传道理伫台湾，好，假日就是正月初一1872。假日那变正个吹，为什么咧？
伊是毋是倒写毋对吼？系啊，迄是11月31日，为虾米假日就假日变？应该是哦，可能是12月啦，但是伊的数字应可能是该是12月月吼，写毋对。 月。啊对啊，因为月无31日啊。对对啊，嘿，应该是12月啦，嘿。对吼。12月31日的。我来改一个，就11个倒位来的31日。好，我来写起来。好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个哦。好，改过来较清楚。嘿，好，应该是12月31日1871头摆传到你伫台湾，假日就是1871，拢爱读这个促音，好，促音嘿是低音，促音好是1871， 100声好171， 4字拢是七，拢是哇，就歹读呢。哈。好，来看麦，读看麦哦。171，安尼181，哇，171。华语读平声读惯势啊，吼，不要读直声吼，直声就是无这款声，好，所以台语就较迄个韵律感较有吼，比华语较有迄个。嘿 ，rhythm。好，来171。好，头摆传到你伫台湾，假日就是正月初一，正月初一172。伊起身要去找李牧师 Reverend Hugh Ritchie，就是英国长老会的宣教师。了解。因为迄时因已经设教伫南部几若年久。李牧师迄点拄伫阿里港是啥？好，先人回去阿里港离八坡路，离八坡路。离八坡路，所以坡是迄个单位是距离的单位。看无咧。阿里港离八坡路，所以行路袂去找伊。行路要去找伊。好，迄句头先来看，迄个阿里港甲迄个离八坡路是啥物意思？坡路是啥物款的路？阿里港，阿里，因拄则讲伫迄个5行是伫倒位啊？应该是伫高雄啊，伊拄则迄讲是伫打狗啊，打狗所以阿里港。刚才听起来真熟悉吼，拄哪里？阿里港，我毋知呢，毋知伫倒位呢。来 Google 看觅阿里港。敢是伫高雄？应该是啊，伊就是，伊讲有一个阿里港支厅。毋是咧，伫屏东。敢是伫屏东？伊讲是高雄州屏东郡有一个李港乡伫屏东县。敢是讲屏东？屏东嘿，屏东县，伫高雄的较南边。就是阿里港乡哦。OK， 李港哦，就是阿里港。是 OK， 李港其实你若看地图，其实伫高雄，伫凤山应该较近李港。伫凤山，好。有看到啊。我看觅离凤山偌远。燕巢，歹势我讲嘛，屏东
变走林武高雄市哦，高雄市屏东离港。嘿，所以讲其实是接近真近，毋过就是即马伫迄个位是伫屏东县，所以伫高雄港的东北边嘛，我是即个地理我咱无介清楚。屏东伫港咧高雄市，屏东伫咧高雄市的东边，就是有小可北边，屏东比高雄市较北边一丝啦。是。阿里港更较北边是啦，阿里港是这。我 share screen 有看吼。有看到。阿里港伫遮。阿里港离八埔路。咱拄仔找迄个埔路是一个单位，伊讲10里差不多5公里。里面写的。埔路。我是伫迄个找台语找埔路找到的。伊讲有第二点埔。有若是找高一字埔，才找有。伊讲是距离的单位。毋是伫找台语敢若无埔，应该是 PH。PH。毋过就是埔路找无，毋过找高一字埔就找有啊。种1000步为1里，10里为1埔。一埔。10里1埔。毋过伫找台语，若是找埔路，嘛是找有，即个是埔路。OK， 所以就是10里路啦。10里是5公里。离八埔路什么意思？28埔路还是离应该是距离，迄个离的意思。八埔路。离好。distance 伫台语佢要安怎讲 distance 迄个词 distance。距离。对，距离。好，我来看。你牧师迄帖拄伫阿里港。距离。所以行路要去找伊。就是伊是讲行会到的，迄个距离行会到，所以讲伊就行路去。迄个所在离遮八埔路安尼啦。八埔路。八埔路差不多4公里。好。行路嘛是介辛苦。好，毋过公里。若是伊伫打到，就伫迄个地图，若是个为高雄港行去阿里港，行会到啊。4公里。地图看起来。看地图敢若不止4公里呢。可能看你伫打到什么所在啦，什么所在？嘿嘛是。打到的。若是已经嘿。即马好车头这附近吼，好车头伫咧九如这只。我即马煞看袂到好车头伫倒位，伫遮嘛吼。伊应该无一定嘿。遮到遐安尼差不多10迈的款咯。10迈就差不多8公里。10迈是15公里啊。是哦，对，16公里。所以讲应该是近就，因为伊是坐船。10公里呢，毋过伊毋是为火车头走啊，行去啊。对啦，我毋知。伊是伫路村啊，迄个有一条河嘛，有可能是去河的港也是啥物路船。但是阿里港就是离港遮，就是咱算较近的，算甲林武嘛，要10公，嘛要差不多要10迈的，差不多10。毋过因会使，敢会坐船，敢会使也船会使行入去迄个河内底。应该会使吧？我毋知啦。迄个就距离就较短。这意思就是差不多是10外公里啦。我安尼讲吼，差不多10外公里。离八埔路，所以行路。咱熟悉一下内底讲一寡啦。Dr. Manson 我是较毋知啦吼。一开始讲迄 Dr. Manson，马顺
马顺，咱也看一下吼，小早一下吼，马顺，马顺，我咧想这个马顺是啥物？因为我毋捌听过。嘿嘿，马顺伫打狗，所以咱用打狗出看卖啊。Manson，哦，有 Patrick Mason 1800，嘿，1800，嘿，嘿，我是苏，咩那种 Scott 苏格兰，苏格兰的166年到1880年捌到台湾打狗。迄当阵因其实毋是伫，你看伊打狗，伊是伫旗后、旗津、旗津啦。伊当阵是打狗的一部分。哦，对，我拄则甲地图用掉哈。旗津伫旗津伫遮。旗津无是即条拢是旗津啦吼。系啊，但是因是伫遮啦吼，因是伫即遮，就是迄当阵外国人拢伫即个位啊。嘿。为虾米？因为迄当阵台湾人佫足讨厌外国人，就是迄当清国时代，人对外国人无好印象，所以因拢去用，等于是限制讲袂使去遐，爱踮咧即遮。所以伊嘛是伫遐。迄当阵外国人会去互台湾人拍吼，是啥物态度的吼，拢足恐怖吼。OK 讲即个 Dr. Manson 底下做医生嘛吼。另外即个 Reverend 李牧师，叫做李修吼，伊个修，这是头个修吼，修力气吼。等下，这牧师，这个医生我故事我先看下，我有兴趣要理解一下吼。所以伊伫打狗是马雅国医生所推荐。马雅国是头一个来台湾诶，我所以讲头一个，毋是讲头一个是19世纪啦，头一个吼，毋是荷兰时代头一个吼，19世纪头一个来台湾南部传教诶宣教师叫做马雅国，伊是嘛是医生啦吼。所以伊等于是马雅国找伊来，找即个万巴迪来斗相共的吼。马雅国是伫个府城，就是即嘛即个新楼医院。就是长老会的医生馆吼。其后医馆就是拜托即个万巴迪医生 Patrick Mason 来主持吼。OK， 所以这个是万巴迪医生。好，过来就是这个 Reverend Hugh Ricky 吼，这个我都听过吼，这个是李修牧师。这故事嘛，其实足互人足感动啊！你若看这较早伊个牧师，伫个台湾的故事拢足感动人，因为因太太嘛足有名啊。伊是太平间伫个台南吼。因这是南部诶长老教会，含即摆咱咧读这北部是无共系统。是无共是。一开始台湾是2个教会，一个北部，一个南部。虽然拢是长老教会，但是无共系统，所以因一开始拢无交叉，毋是讲无交叉啦，就是讲个人个人诶吼。一直到后来，就是基督教较本土化了后，这2个教会才决定讲咱来合做一个教会啊。迄件足落尾诶代志啊吼。伊叫做李修牧师
Glasgow 就是苏格兰那边的嘛，格兰迄个大城市，对对，李福牧师，伊嗯当时来1867年，毋是嗯来中国，然后嗯1867年，因太太哈，嗯Eliza 来教嗯叫牧师娘哈，嘿教打教，嗯后来因为迄个江老事件吼，台湾民众排斥迄个洋教洋人，所以因迄当足恐怖的，足危险的吼。另外有人伫咧有啥用活拍死吼，礼拜天叫用抢劫用烧掉吼。嗯这就是李有牧师啦故事免加看吼。我知影因太太嘛是后来留踮咧台湾，就是无转去迄个苏格兰，伊嘛留落来继续伫遮做事工就对啦。是，这故事顶头无写吼，你看了我那就感动。好，咱转来到即只继续谈吼。讲叫李秀牧师要去找，所以伊讲伊要去阿里港找李秀牧师嘛，吼。OK， 好，咱继续看。好，继续，好，这段敢读煞？哦，无去找，甲拄则读到去找伊，好，过来该牧师本身讲，阮我一个乡村是乡村的时，我看见一个人穿天紫色的衫，好，天紫色的衫也伫白的草帽，吼，白的草帽应该就白色的草帽，当时安尼。迄个可能是啦，应该是写毋对呀，白色的草帽。是第三声，好，白的草帽，安尼了解。白色的草帽。PHA。白，毋过这毋免变调吼。毋是啊，我意思你读做 PEK 去啊，你读做白。是白，好白的草帽，好，白的草帽，我就等下，迄个天紫色是啥物款的色？天紫，天啥物色？青吼，青一般是青，这是紫还是青？天青就了解，毋过天紫是无听过。所以我感觉伊无可能写毋对去啦。应该是天青色。系啊，因为写做天紫色，我都看无解。应该是当然伊是太婆好啊，应该加一个 H， 对不是？天青色就是天的青色嘛，对，这就当理解。但伫电脑修嘛，天青就毋知。这个太婆有够济呢。有啊，对啊，我感觉这个版本实在吼。毋过就是当做是迄个初稿。好，天青色的衫也底白色的草帽。好，继续。我就问伊讲，你是李牧师啊？毋是？因讲是，你是马街啊？毋是？煞将双手牵我的手，欢迎我到台湾。好，了解啊。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毋是吼，我那太薄去吼。倒一个暗示。你是毋是牧师毋是？对，加一个爱去毋是。我拄则拢真正无注意有这个typo，毋是才对。好，迄日是12月31日1871日，头摆传道理伫台湾，就是马介牧师头摆传道理，就是伫个即个打轿车吼，算对外国人传啦吼。是。
其实就是等于是讲一个道，讲一个道安尼尔啦吼。伫礼拜日讲道安尼。隔日就是正月初一，正月初一1872，伊起身要去找李牧师 Reverend Hugh Rickey， 就是英国长老会的宣教师吼，这是英国系统的哈，拄则迄个加拿大系统的，马甲的加拿大的系统无共吼。因为迄时因已经设教伫南部几若年久。李牧师迄条拄伫阿里港离八浦路，所以行路要去找伊。该牧师本身讲，问我一个乡村的时，我看见一个人穿天青色的衫，也地白的草帽，我就问伊讲：你是李牧师暗是？因讲是，也你是马街暗是？煞将双手牵我的手，欢迎我到台湾。好，继续吼，继续后一个好，第26句，我做伊的人客，得到伊的款待，伊是大量热心的信徒，大量热心的信徒，愿献身的人，了解。后一页，愿献身的人，牧师娘也是热心苦处。头前是牧师娘吼。牧师娘啊，对，牧师娘也是热心个苦处就是可处啊，可取啦，可取。是华语可取好，了解。继续好，伫遐的时，我查考了解查考台湾的情形，以及说教的方法，说教的方法，这个讲道啦。进行是讲是宣教，这个所在讲说教。宣教是宣道，宣教是宣道，说教是说教。了解，解说迄个说明的说教，说教。嘿，了解。好，有机会啊！这个我感觉这敢是腔口，迄个时阵的腔口，拢第一声拢写作，拢会讲作第5声。有机会写唔对去啦，我相信是。吼，嘿，好，有机会的时，也常常甲李牧师出外探教会，了解。伊的汉文先生也欢喜驾驶我淡薄本对话，了解。好，这段你感觉来读一遍？好来，第26句，我做伊的人客，得到伊的款待，伊是大量热心的信徒，愿献身的人。牧师娘也是热心佮可处。伫遐的时，我查考台湾的情形，以及说教的方法，
有機會的時，也常常甲李牧師出外探教會，伊的漢文先生也歡喜，假使我淡薄本地話。好，繼續後一段。我常常對我家己問，呾着說教佇啥所在？佇山頭，這是山頭，抑是線頭？應該是線頭啦，頂會有讀着伊本來去線頭吼。係嘿，佇線頭遐誒宣教師講，着住遐到台灣南部誒朋友講，南部誒朋友講北部有大城市，有邊洋，有大城市，有邊洋，有山，猶久無半人咧看入徛去遐誒人誒靈魂，了解靈魂，無傳教誒人佇遐，了解教會誒地基，教會誒地基猶未下，了解，我就決定我誒心志愛去佇遐，就對李牧師講，我定着要住台灣北部。李牧師應講，願上帝祝福你，感覺會讀輕聲吼，祝福你，對。願上帝祝福你。好，這段你感覺來讀一遍。好，我常常對我家己問，呾着說教佇啥所在？佇線頭遐的宣教師講，着住遐，呾到台灣南部的朋友講，北部有大城市，有邊洋，有山，猶久無半人咧看入徛去遐的人的靈魂，無傳教的人佇遐，教會的地基猶未下，我就決定我的心志愛去佇遐，就對李牧師講，我定着要住台灣北部。李牧師應講，願上帝祝福你。我查一下這個平洋什麼意思吼？平洋吼，之前敢若有看過是講是字是寫平洋，毋過是漢字是平原的意思，平地吼，平地。對，就是平原吼，平原空曠。毋過我就袂記你是佇倒位看到這個詞，就是敢若有一個印象爾。平原吼，就是平原吼，平地。好咯，平洋。好，原來是安尼。好，繼續後一段吼。好，第三個7字18727字是第三個7字。攏是歷史啦吼，所以愛讀這本的。7字1872，該牧師甲李牧師也 Dr. Dickson 狄醫生對台南府起身要到淡水。好，了解。教會的代志，李牧師有交託。好，甘威廉牧師監督是啥物意思？
监监督督、监督，监督哦，好好，这个词我记一下，监督监督监督。诶，第二点无收这个词，监督。监督无收这个书，监我看找台语敢无？有找台语就有收啊，监督。这是日句来的啦，我相信。佢讲第二点敢是收无共的腔口。哦，第二点收的腔是监督，第一声监督。OK，所以讲是声调无共。呵呵，我来看，我记一下哦。监督，监督，监督。好，继续读。甘威廉牧师监督伫路中拄着风影。所以讲伊是坐船去吼，拄着风影，到两日海量才入淡水港。海量是啥物所在？到两日海量，那是啥物所在？海量，海量啊，我哩有啦。啥物？是啥物？船啊。船哦，海量哦，是船的名吼。对，安尼讲的有理。好，海量才入海龙啊。海量啊，对吼，是真好的船的名。好，海量才入淡水港。了解，看淡水的好景致，大家真欢喜啊！好，会使想会到迄个心情吼，心情。淡水即嘛佫是足好所在啊，吼，即景致足好诶吼，所以迄当阵就讲安尼讲吼，应该是到淡水心情诚好，好景致吼。嘿，对，好。你即嘛应该佫看着足侪足古早迄种淡水市，迄当阵为诶迄种淡水古早诶厝，也是古早诶相片，也是位吼，伊个图啦吼，所以感觉就看就是感觉真正心情看就好。呀，无就是介远过去爱真久。好，继续。你讲对台北去到遐就。系啊，就为市区去爱真久，就是差不多至少1点钟。你若坐迄个坐运系啊，就是坐运嘛是爱几点钟啊？系啊，差不多啊，就是40-50分钟。系啊，不过40-50分钟，要是坐运迄个站头，敢是安尼讲车头，坐运车头车站遐嘿。不过若是爱去较入淡水较入内。就是有较侪古厝的所在，就是爱一段时间，安尼。就是嘛是爱开足侪时间。但伊是会使到，不过就是无遐尼无法度，就是爱免来讲爱真久。我较早来淡水就是较早我读大学时迄当阵拄迄个佫是好车吼，铁路诶吼，行铁路。安尼就是系较辛苦。较淡水啊，迄当阵其实我是定去淡江大学啦，去遐有时去一两抓啦，毋是讲定去啦，去一两抓尔。哦，是啊，系啊，我拄则查迄个为阮厝，阮厝加到淡水坐迄个，是讲坐运也是坐运？应该是坐运嘛。坐17分钟就差不多50分钟，50分钟就差不多1点钟啊。原调是第8声，所以讲爱加音坐运，坐运，系啊。1976年诶 Marino 都有收啊。敢有遮真早？对吼，真。
反正我用你敢是用汉字查的。对，我用汉字查。1976年就有 elevated train，那有可能。啊，因毋是应该迄啊，是伫英国讲澳洲遐。哦，敢会使找迄个详细去看迄个详细，敢有无白解说。好，安尼真先，要哪讲先进，科技真先进。当然这是外国来，当然是一定是外国有啦。但是迄当阵会用这个词，我就是有一点意外，因为这我是真是国民党时代，因才用这个发明这个词来用，结果是人因伫1976年都有人安尼用。真意外，真正真意外。好，来咱继续哈。讲到淡水，好，继续是后一页对无？对，后一页第14页，后一页14页，该无事讲，我抬头看北边，抬頭看南邊，抬頭看遠遠的山。你若要讀個準的，應該是夾頭。好，所以講你的腔口是講夾頭，還是夾頭？我的腔口講夾頭。頭係啊，我進前聽的聲嘛是夾頭，但是有細腔好，我夾頭看北邊，夾頭看南邊，夾頭看遠遠的山，我的心大低著，了解低著，我的心肝安靜甲清，我知將來這就是我的住所，閣親像有聲對我講，這就是這就是好，安尼繼續啊，好，呢段你今日嚟讀一遍。這是馬偕牧師對淡水的第一道印象吼，伊對伊足介甲淡水吼，伊後來寫互人足感動的詩吼。OK， 第3個7日1872，該牧師甲李牧師也 Dr. Dixon 醫生對台南府起身要到淡水教會的代志，李牧師有交託甘威廉牧師監督。佇路中拄着風影到2日，海龍才入淡水港，看淡水的好景致，大家真歡喜。該牧師講，我抬頭看北邊，抬頭看南邊，抬頭看遠遠的山，我的心大知足，我的心肝安靜甲清。我知將來這就是我的住所，閣親像有聲對我講，這就是這就是叫伊去宣告的所在哈。無咱就直接停困啦哈，咱後回這個繼續來讀哈。嘛10點半，會使困啦。好，你就繼續無用哦。今仔日休困，這樣真好，因為佇中國遐有一個，迄個後禮拜是要哪講勞工節，敢是安尼講勞工節，後禮拜5月初1。對，因個學校也是上班就有這個今仔日有迄個補班。我聽講迄邊足濟攏封起來咧，所以係啊是啊，所以講就是我的學生是佇西安，所以講伊攏是線頂上課，所以講因敢若已經真慣是啊，3不5時
哦，没有3不5时就，但是没有那讲一半摆，一半摆啊，就来换做线顶上课，一半摆啊就去学校上课，因感觉迄个囡仔拢已经真惯势安尼啊，伊讲安尼真好，伫厝内都线顶上课，应该都安尼，其他拢是大人咧烦恼的代志。好，今仔日我会来休困，你嘛会使休困来。好，多谢，就后礼拜再会，安安。